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25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1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16天。根据这个乌克兰的媒体报道俄乌冲突东部战线局势风云突变乌克兰军队在一系列反攻行动中取得重大突破，在持续的激烈交火中，乌军成功撕开俄军防线，不仅收复了大片失地，还对俄军装甲部队造成沉重打击。俄装甲部队折损高达300辆军车。最新消息乌军在红军村前线，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迫使俄军持续撤退。乌军空袭了该地的俄军指挥部，且损伤惨重。另外乌克兰军队对波克罗夫斯克的叫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的包围圈正在逐步收紧，且已形成合围的态势。乌克兰第425突击团2名士兵在新托列斯克南郊成功轻取俄军部队，此举证实乌军部队已在该境内部展开军事行动。此前外界普遍认为该镇主要区域仍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乌军称对俄防空部队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天。乌军第412团对俄发动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打击，他们采用一种未公开的创新方案，找到并击中2套先进的道尔 M 防空系统，其中一套被彻底摧毁，另一套严重受损。乌军称通过摧毁这些导弹，我们的部队正在系统性的突破俄的防空屏障，从而更容易打击其他关键目标。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战术上的胜利，这是一项削弱敌人整个防空网络的战略举措。另外根据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博主在他们的电报频道里面所发布的说目前克里米亚的俄军一片恐慌。报道称乌克兰正在使用海王星或火烈鸟巡航导弹对克里米亚半岛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据报道，袭击目标包括克里米亚大桥以及俄罗斯黑海舰队驻扎在克拉斯诺达尔港和新罗西斯克港的目标。这个具体的情况还要等进一步的核实路透社9月24日报道，位于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叫萨拉瓦特石化园区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这是不到1周内该设施第2次遭到袭击，这是一周炸2遍当地州长哈比罗夫在社交平台上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加兹普罗姆石化萨拉瓦特再次成为无人机恐怖袭击目标，目前正在评估损失情况，所有应急部门已赶赴现场，灭火工作正在进行。该石化园区由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控股，上周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近几周来，乌克兰不断加强对俄罗斯油气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和输往海外的管道，而与莫斯科的和谈则陷入停滞。这个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这个石化园区这个是俄罗斯联邦最大的炼油厂和石化厂之一。它离这个乌克兰是1500公里。这家工厂生产150种产品，车用汽油、柴油、燃料油、沥青、聚乙烯。贸易商和零售商表示，由于乌克兰多次成功袭击，导致炼油厂开工率下降，且借贷成本高昂，私人加油站无力囤积燃料，俄罗斯某些等级的燃料出现短缺。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今天我看媒体的重点是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这个特朗普再一次成为焦点，这个也符合特朗普的个人行为作风行事方式。依我看，特朗普在这个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就是来了一段单口相声。据说这是美国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最长的一次，超过了1小时，也就是特朗普讲了1个小时的单口相声。这个特朗普好像上那个大楼的时候大家恐怕都看过视频了他跟他这个夫人2个人正上楼梯的时候，结果那楼梯停住了，特朗普很吃惊。但是我看他媳妇反应更快，略作停留马上就直接因为他那个是个步梯是那种滚梯就是加州老师在美国犯的事所以这么一说的话，这个美国的电梯还是有脾气的对吧？也知道对吧？什么时候出手教训一下，或者叫提醒一下吧，这些行为不检点。
失德的啊这些人，要不那么巧呢？加州老师啊也是在美国，也是被这样的电梯啊扶梯把脑袋给夹了。而特朗普的夫人呢，她略作停留，马上就沿着扶梯啊走上去了。特朗普也跟着后面走了。后来在联大啊发言的时候，特朗普那个据说啊他那个提词器坏了，然后特朗普就在那来了一段单口相声。他还说他呀这个一个人啊如何在没有联合国的支持下啊平息了7场战争，联合国给他一个电话，没有任何表扬啊，给他的是一个坏了的电梯和一个坏了的提词器。后来啊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应该叫秘书长还叫什么主席啊，就那个前德国的外交部长，就那个女运动员叫贝尔伯克，他说啊我保证联合国的提词器是什么正常运行。特朗普的这个单口相声还是有很多让大家听了之后啊大吃一惊的啊，也就是不同于以往这个特朗普那个贯口啊那个陈词滥调啊，这一次啊这特朗普突然啊179度大转弯。他说啊在充分了解和完全理解乌克兰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形势后，并且看到他给俄罗斯造成的经济困境之后，我认为在欧盟的支持下，乌克兰有能力战斗并且赢得胜利，夺回乌克兰原有的全部国土，是全部国土啊，不是什么乌东4个州还是什么克里米亚。他已经说了啊，甚至啊要回到1991年之前，随着时间、耐心以及欧洲尤其是北约的财政支持，恢复这场战争开始时的原始边界是完全可能的。为什么不呢？俄罗斯已经漫无目的的打了3年半的仗，这场战争本应有一个真正的军事强国在不到1周的时间里就能赢下，而他们却拖成这样，这并不能彰显俄罗斯的实力，事实上这反而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只纸老虎。当住在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各大城市、城镇和其他地区的人民真正明白这场战争到底发生了什么时，他们几乎不可能获得汽油，要忍受长长的队伍以及战争经济中发生的其他一切，绝大部分资金都被花在打乌克兰上，而乌克兰的精神力量极其强大，而且只会越来越强。那时乌克兰就能收复他们的国土，也许还能更进一步。普京和俄罗斯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现在正是乌克兰采取行动的时机。无论如何，我祝愿两国都好，我们将继续向北约提供武器，让他们随意使用，祝大家好运。这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特朗普一反常态啊！特朗普的贯口就是这是拜登的战争，这是泽连斯基的战争，这不是我的战争。如果我当总统，那这个战争就不会发生。这一套我都会背了，这就是特朗普的贯口啊。完了之后说啊，泽连斯基对吧？你们怎么能向一个比你大10倍的国家，这个一个这么大的军事强国挑战呢？多次指啊，这是泽连斯基发起的战争，而且啊，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说泽连斯基你没有牌了，这个大家都还记得吧？怎么特朗普突然啊，179度大转弯？首先啊，他否认了俄罗斯是个军事强国，说俄罗斯是一只纸老虎，本该啊，如果强国的话，你1周啊就能拿下乌克兰，结果啊莫名其妙打了3年半，现在还不知所云。这个好像特朗普以前都睡着了，现在突然醒了。我想特朗普啊，如果再清醒一点，以后肯定会啊说什么1小时22分，对吧？也会说什么啊一字长蛇阵，钢铁洪流，还会说什么泽连斯基不敢看普京的眼睛。我们已经习惯了特朗普对吧 PUA 乌克兰，极限施压泽连斯基对吧？说这个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卢比奥还是什么维特科夫，甚至那个贝森特，在不同的场合对吧多次说啊乌克兰要让出领土，土地换和，甚至把克里米亚对吧已经算作俄罗斯的了。这美国人呢，特朗普都已经准备承认了，怎么今天突然说啊乌克兰能够收复他们的国土，还能更进一步？什么意思？不仅要收复国土，还能更进一步。特朗普高度评价了这个乌克兰，乌克兰有能力战斗并且赢得胜利，夺回乌克兰原有的全部国土，在欧盟啊以及北约的支持下。最后他说啊，说普京和俄罗斯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当俄罗斯的民众发现他们因这个乌克兰战争导致他们生活难以为继，对吧？加油都加不了，整个的国家经济啊资金全部用来打仗了，那个时候就是普京啊遇到麻烦的时候，严重的经济困境。现在正是乌克兰采取行动的时机。特朗普说啊，我要给北约提供武器，至于北约把这武器给谁怎么用，我不管，对吧？言下之意就是他还要援助乌克兰武器，叫卖武器啊。这个还不重要啊，重要的是白宫官网啊公布了一张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的照片，这个照片大家自己去看去啊，这个照片很有意思。这个泽连斯基成了主角啊，正面，然后
给了这个特朗普啊是个侧位，而且侧着脸对着泽连斯基，露出了特朗普的后脑门。关键啊，他的配文呢是这么写的：他是一位勇敢的人，正在领导一场极其艰难的斗争啊！一改美国啊特朗普这个小团体啊，对吧？经常侮辱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是个乞丐，说泽连斯基是个小丑，说泽连斯基不懂感恩。不管怎么说啊，特朗普的这番表态，美国人的这番做法，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看一看各方的反应啊。首先是泽连斯基在接受那个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他说对待特朗普总统释放的积极信号略感意外，他这表明美国已做好支持乌克兰直至战争结束的准备。这个我信啊，也就是泽连斯基他感到很意外。泽连斯基说了啊，他和特朗普啊在参加联大之前，他们俩之间有个会晤，他向特朗普详细的介绍了当前战场的形势，说特朗普意识到普京一直在向他提供与事实相去甚远的战场资讯。泽连斯基说啊，现在特朗普更加信任我了，因为我们情报部门掌握的信息会与我们合作伙伴分享。9月份我们解放了360平方公里的地区，并控制了一定数量被包围的俄军。这就是特朗普啊，他说啊，在充分了解和完全理解乌克兰、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形势后，他得出来的结论：俄罗斯是个纸老虎。那欧盟各国什么态度呢？9月24号，据政治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啊，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问题上的立场频繁转变，欧盟属的成员国对其言论表示怀疑。据该报报道啊，人们对美国领导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声明反应在欣喜和怀疑之间摇摆不定。人们对其声明的不信任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特朗普在与外国领导人讨论后经常会改变主意。一位欧洲官员表示，这是特朗普关于俄乌冲突迄今为止最严厉的声明。该出版物的消息来源强调，特朗普总是只需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打一个电话之后，他可能会再次放弃支持乌克兰的立场。这是盟友的态度啊。那俄罗斯是什么态度呢？首先是官方态度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4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俄是纸老虎的说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重视特朗普为推动解决乌克兰冲突所做出的努力。这个佩斯科夫说俄军正在乌克兰前线稳步推进，战场态势清晰可见，而俄罗斯的经济运行稳定，所谓经济困境纯属无稽之谈。这个针对特朗普说俄罗斯是纸老虎的说法，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是熊而不是老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纸熊，也就是没听说过纸熊，我们是熊，我们又不是老虎。这是官方的回应显得克制，而且这个显得彬彬有礼。那么我们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口炮界的一哥梅德韦杰夫是怎么回应的？这个梅德韦杰夫当然他不代表官方这个俄罗斯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说了梅德韦杰夫以后说话只代表他。这个梅德韦杰夫说特朗普再次陷入了另一种现实，并就政治独白话题俄罗斯有多么弱小提出了新的方针。特朗普不是那样的人，我毫不怀疑他总是会回来的，可能过几天他就会让那个绿色钢琴家指的是泽连斯基签署投降书。也就是这个梅德韦杰夫的判断和欧盟很多官员的判断是一样的，也就是无论这个特朗普说的多么的强硬事后只要给普京一打电话，立马主意就变了。这样的一幕上演了很多回，这一次可能不出意外，没有什么例外那么关于特朗普的这种表态我来谈一谈我看法。首先一个对特朗普这种说法咱们应该给予鼓掌。为什么？就是你别管他是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假话，还是明天他就要对吧，又要180度转弯，也要否定，不要紧，总比他说不好听的要强。我一直说只要特朗普说话做事有利于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那咱们就给他鼓掌支持，这个叫长对吧？你总不能让他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回是长乌克兰志气灭俄罗斯的威风。所以我觉得无论他是特朗普的什么主观意图，还是他说这话的客观效果，咱们都要给他鼓掌鼓励他以后这么说。第二个，我们还是要看他的行动，对吧？他说话对乌克兰有利，对抗击俄罗斯侵略有利这个固然好，但更重要的还是看他的行动，对吧？你看他下面是不是给乌克兰提供武，对吧？
对吧？是不是给俄罗斯施压？甚至他下面是不是也给乌克兰施压？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到具体行动。第三个，再一次充分说明了打铁还需自身硬。半年前，对吧，在白宫泽连斯基被特朗普和万斯指着鼻子说你没有牌了。半年以后白宫又说他是个勇敢的人。半年前还要求乌克兰土地换和平，乌东4个州、克里米亚，对吧，都给这个俄罗斯。不管是什么方案总之乌克兰你是不能把领土收回去，对吧？但是半年以后居然说乌克兰不仅能把领土收回去，还有更进一步的可能这更进一步可能就是悬念了是不是俄罗斯解体是不是俄罗斯解体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对吧，那个5常之一变成乌克兰了？没毛病人家接替前苏联。你看苏联现在10几个儿子苏联死了，他有10几个儿子，大儿子是俄罗斯，俄罗斯已经，对吧，自己坏了事，那就二儿子乌克兰。严格意义上算那苏联是有3个名额，是叫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所以我说这个苏联的这个5常之一的这个名既然能给俄罗斯，那俄罗斯没了，那就能给乌克兰。我认为对吧，特朗普说还有进一步可能，打铁还需自身硬。那特朗普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做出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本质上还是他看到了乌克兰人的这种绝不投降、不屈不挠的这种反抗精神，他看到了乌克兰越打越强，对吧？即便特朗普在下面使阴招，是吧？不给这个乌克兰武器，不给他援助，甚至掐断了那个情报共享，让乌克兰，对吧，从库尔斯克败退，但是乌克兰人继续顽抗，坚强的抵抗。尤其是最近，对吧，从8月份到9月份这2个月，乌克兰人不仅在战场上抵抗住了俄罗斯人的侵略，抵住了俄罗斯人叫夏季攻势，而且不停的打击俄罗斯的钱袋子，导致俄罗斯的国内经济是雪上加霜。俄罗斯36个大型的炼油厂，其中有16个遭到乌克兰反复的轰炸，剩下的20个恐怕也在打击的这个名单之中还有一方面这个欧盟越来越团结。虽然欧盟的动作慢，但人家表现出来那都是就是机器一旦开动，也就是说一架再破的公交车，它只要启动了，它总要到站，它开得再慢，那欧洲就像这一架破旧的公交车，人家已经启动了，就要往前走。无论是他们从国防开支，对吧，占 GDP 的 5%， 也就是加大军费投入买武器，还是你看以德国的莫尔茨为首，这个莫尔茨可以说是叫人狠话不多你看人家对乌克兰的援助那是默默的在加码。金牛座给不了，那行，我给技术，对吧，我帮乌克兰研发远程攻击武器，这你俄罗斯就没招了，对吧？这莫尔茨顶住坚决反对土地换和平，对吧？不可能的事。英国、法国，对吧，都在表态，虽然动作缓慢。所以你看这个欧洲人的这种团结，所以特朗普看到这些之后他掂量掂量，改变了对乌克兰的看法。他以前一直指责泽连斯基挑起了战争，你乌克兰比俄罗斯弱小得多，俄罗斯是你的10几倍，你居然挑衅人家，跟人家打仗，然后你跟我买武器，对吧？这就是特朗普的说辞现在你看说乌克兰能赢得这场战争，所以我一直说你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切首先是乌克兰人，对吧，这个顽强的反抗精神，面对特朗普的这无理取闹、无理打压、无理的这个极限施压，胡萝卜加大棒，对吧？大棒给了泽连斯基，但是泽连斯基乌克兰人，对吧，坚持抵抗，有理有节。最后呢，至于这个特朗普明天会不会变调，这不重要，反正他就是这种人，很有可能明天他就变调了。比如说乌克兰，你是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这一切终究还是看乌克兰自身，对吧？你的决心，烂泥糊不上墙。如果你自己不行，欧洲帮你，美国援助你，你一样打不赢。这个特朗普恐怕受了这个气氛的感染所以稍微硬气了一点。这个俄罗斯的飞机不是入侵北约的边界吗？先是波兰，对吧？这个事情已经过去10几天了。这个特朗普刚开始一直为俄罗斯洗地，说俄罗斯的飞机是误入这个波兰领空，那不是故意的。总之他回避，因为媒体总是逼他说那个入侵北约领空，美国怎么办呢？10天以后特朗普给出了答案，也就是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他正在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的时候，有记者就问他说，如果俄罗斯飞机侵犯北约领空该怎么办？特朗普说如果俄罗斯飞机侵犯北约领空，北约国家应该将其击落。但是就在不久前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说北约关于俄罗斯涉嫌侵犯北大西洋联盟国家领空的言论并不新鲜，也就是他的意思是这个不叫事。所以说特朗普恐怕是临时被记者一问，情绪上来了，支持北约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飞机击落，说不定明天他也不承认了总体上看呢，特朗普恐怕是在逐渐了解俄乌战场发生的事。刚开始他恐怕是不相信，他
更多的相信普京说的。但是经过美国的情报部，还有乌克兰，还有欧洲，对吧？这情报部不停的向他传达信息，他逐渐的有了一些认识，但是不是能够足够的改变他的主意、他的观念，这不好说啊。我记得在10天前呢，这特朗普已经指责普京是侵略，对吧？我在节目说了，他说普京是侵略者，这某方面也能部分的反映特朗普的这个思想在转弯。然后这个泽连斯基他在联大发言他提到了大国，大家看视频We must admit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the UN is fading. The organization has less influence, and too often there is a lack of real decisions on fundamental issues.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need to speak about today, about the tools that sadly are not working now. But they will work, I'm sure. They will work if you are active, if we are active, if China truly wanted this war to stop. It could compel Moscow to end the invasion. Without China, Putin's Russia is nothing. Yet too often, China stays silent and distant instead of active for peace. I met with President Trump just now, and we spoke about how to finally bring peace, and we discussed a few good ideas, and I hope they will work. And I'm grateful for this meeting, and we expect America's actions to push Russia toward peace. Moscow fears America and always pays attention to it. 我看有人说泽连斯基指责大国，但是我看了，我倒不觉得他是在指责。如果你要了解大国的近代史，或者了解大国的历史，你要听完这个之后应该是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自豪。这个话怎么理解？听我说这个大国历史上就是很少越过亚洲大国所有的运兵这个军事行动，不管是是什么形式的，好像都主要是亚洲从古代到现在，欧洲的事情跟咱都没关系，都没想过干涉欧洲想都没想过。咱们也就是在对吧，越南跟法国打过，是清朝的时候是吧？在朝鲜跟日本对吧？也就管点这事后来在朝鲜跟那个联合国对吧？以美帝为首的，咱也就管点这事，要不然就是对吧？跟那个印度搞两下，从来没有出过亚洲。居然欧洲人的事居然跟咱们还有关系。而且他还说了，这泽连斯基到底是夸还是什么对吧？他说没有大国那俄罗斯啥都不是。怎么说确实是大国强大了。你要了解这300年的历史对吧？你只能得出这么个结论。第二个呢，我想说的是这个泽连斯基还是不了解大国，包括这个特朗普他在联大会议上他又说了2个印度帮俄罗斯。关于这个说法，我在以前也说过，你欧盟对吧？你还在跟俄罗斯做生意，你美国也在跟俄罗斯做生意，北约其他国家都在跟俄罗斯做生意，包括土耳其对吧？然后你单单的指责2个印度，那这个真的说不过去对吧？如果说欧盟、北约、美国你们自己跟俄罗斯都已经没有业务往来了，这个时候印度他也不在这个跟俄罗斯做生意，这个时候大国你要求他不要跟俄罗斯做生意，这个说得过去，合情合理这个是我的观点。就是你欧盟这特朗普自己都说，他说欧盟居然还跟俄罗斯做生意，他都觉得很吃惊你这叫什么意思然后所以特朗普还说了我要给鄂尔班打电话，让鄂尔班不要买俄罗斯的石油，这个不知道特朗普能不能做得到这个泽连斯基他属于就是欧洲人不太了解大国，一旦这个现在俄乌是在焦灼状态对吧？一旦这个战场的形势明确了，也就是俄罗斯败局已定，俄罗斯不行了，那大国很快会做出选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朝鲜，这个朝鲜现在频频的向特朗普递出橄榄枝。我想撸草打兔子，俄罗斯这次败局已定了，那这个朝鲜恐怕至少这个金家王朝有麻烦了。所以泽连斯基没有必要这个纠结在大国这儿，你就继续炸俄罗斯的炼油厂对吧？欧盟继续支持，接着打，等到印度都不买俄罗斯石油的时候，大国自然会做出选择，会对吧？降这个量，他只是不承认而已。一个四分五裂的俄罗斯对大国是最有利，大国政府是不会承认的，也就是现在的不会承认。大国要是真的支持俄罗斯，他恐怕早就像朝鲜一样给武器了，那这个世界就乱套了。所以俄罗斯人自己都说俄罗斯没有朋友对吧？俄罗斯高层他早就放风了，在世界上俄罗斯没有朋友，仗打成这样，没有人支援他。希望特朗普这个状态能保持时间长一点。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